各位澳門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， 今日想同大家傾下 Shadow 喺美容會所設計方面嘅經驗同埋心得。做室內設計咧，特別係美容會所設計，最關鍵嘅一定係搞清楚客人嘅需求同會所嘅定位。每間美容會所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風格同客群目標㗎，好似有啲自己性格咁咯。所以我哋喺設計之前咧，一定會同客人深入傾偈嘅，唔單止係聽佢哋想要啲咩嘅設計，仲要釐清佢到底要營造啲咩氣氛，有啲咩功能嘅需求。咁有啲客人咧就中意啲高貴啊奢華嘅感覺嘅，咁先夠氣派，俾人一種咧尊貴嘅享受。但係有啲客人咧就中意自然放鬆嘅環境，好似喺森林入邊做美容咁樣啊，身心都可以得到舒展。之前咧有一個客咧想打造一個法國宮廷嘅美容會所，要金碧輝煌，充滿貴族氣息；而另一個客咧就希望會所可以融入日式禪系啊，用原木咧同埋綠植咧營造寧靜嘅氣氛。所以話搞清楚目標方向就係我哋工作嘅頭等大事啦。喺美容會所設計呢一行呢，我哋一直秉承以客為本嘅理念，設計唔單止要令個客滿意啊，更加要俾最終嘅使用者，即係嚟做美容嘅客人呢，覺得舒適同愉悅，好似貴賓一樣。所以我哋好注重空間同埋功能性，再加美感，呢幾樣嘢一定要完美咁融合埋一齊。好似我哋之前有一個案例係一個 private company 啦，睇翻呢個私人會所嘅室內設計真係好有心思㗎。一入門咧，接待處就用咗好搶眼嘅黑白灰主調，襯埋閃靈靈嘅金色擺設，成個 feel 咧係好高級。走咗入去好似時裝雜誌嗰度攝影咁樣㗎。咁亦都有啲 marble 啊，牆身同埋地板摸落去咧係好滑嘅，望落去啲紋路係好自然，貴氣中咧帶一啲低調嘅感覺。再睇下呢一個白色圓台仿羅馬型，好有立體感，配埋啲黑色透明嘅座椅，造型夠晒獨特啊！台面就擺住咧鮮花嘅花瓶啦，令成個冷色調嘅空間咧即刻有啲柔和嘅氣息。後面嘅黑色牆身襯住置物架，架入邊咧就會收埋啲燈條啦，將啲美容產品同獎杯咧照到閃靈靈咧，就係話俾人知我係真係好專業㗎。最正係佢用咗好多鏡面嘅元素啦，鏡上面咧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鏡色，望落去咧令到空間好似再大啲咁樣。再加上咧窗簾係半拉半掩，陽光透入嚟，影出嚟嘅光影效果咧係靚到唔需要講嘢㗎。喺度做美容咧，唔單止咧你係會覺得佢型，仲可以瘋狂打卡影相，出片率係100%，完全係將實用同美感融會貫通。喺美容會所咧，五感體驗係好重要嘅，所以我哋係會揀合適嘅香薰系統，好似薰衣草香薰就好適合放鬆心情啦，玫瑰香薰咧就會帶俾人浪漫嘅感覺，而燈光都係最講究㗎，唔可以用太刺眼嘅白光，反而會用一啲柔和嘅黃光，配合一啲自然嘅材料，成個空間就會變得溫馨又有質感啦。成個空間咧用清新嘅綠色為主，好似俾人帶咗入一個寧靜嘅森林小角落咁。拱門嘅門洞咧設計好靚㗎，呢個係室內設計入邊咧軟性邊界嘅設計嚟嘅，唔單止增加咗空間嘅柔和感，仲令到每個房間咧好似獨立又有啲連接，好有整體感嘅。我哋另外一個設計案例都好出色嘅，會所天花板嘅燈筒設計咧好聰明，直接照喺中間嘅牆面，形成一個好柔和嘅光暈。呢個係一個重點嘅照明手法嚟嘅，突出咗中間空間嘅特色。牆身嘅淺綠色同埋床單嘅灰色配搭得好啱。色彩心理學上面講咧，呢啲冷色系嘅配搭咧可以令人咧好 relax 嘅。中間呢個細嘅空間入邊咧就有隻淺藍色嘅小鳥擺設，我覺得好 Q 㗎，增加咗空間嘅趣味性同生動感。呢個屬於軟裝陳設嘅設計，左右兩邊啦入房嘅。咁美容床就鋪得好整齊，窗簾一拉，私隱度就好高，好適合啲客人安安心心咁享受美容服務。總體嚟講咧 Shadow 呢個設計係將軟性邊界設計、重點照明、色彩配搭同軟裝陳列等元素咧巧妙咁融合埋一齊，俾人好舒服、好放鬆嘅感覺。其實室內設計咧唔單止係一門手藝，更加係一門藝術。我哋將設計美容會所就係希望可以將美觀同功能性完美結合，用我哋嘅專業同創意為客人打造獨一無二嘅空間體驗，俾每一個走過會所嘅人都可以放鬆心情，享受美好嘅時光。以上就係我哋美容會所設計方面嘅一啲心得同經驗分享。
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或者有設計需求，隨時揾我哋啊！我哋有專業嘅設計團隊，一定幫到你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